同款继续来关心一个意外的消息。巴西2日的时阵，伫南部的城市吉拉马多发生有飞轮机摔落来的事故，包括这个驾驶在内，飞轮机顶10个人是全部罹难，因是一家伙仔。也若伫咧地面有17个人受伤，其中2个人有性命的危险。也若目前这失事的原因要等咧调查。 对天顶翕落去的画面看到，飞机摔落时阵所经过路线，被弄到的厝的厝顶损害严重，还有一寡范围小甲乌草搭，消防员正伫咧现场处理。这台飞机是先去弄到一支烟筒，过去弄到一间厝的2楼，上尾也摔个一间家具店，零件也搁喷飞到附近一间旅馆。官员讲，地面上受伤的人已经送病院。这台1990年出厂的派博 PA 421双发动机飞机。 当地时间早起9点外，伊对附近的卡里纳机场起飞，要飞去圣保罗州的朱恩迪埃。迄当阵天气无啥好。O Estado está todo mobilizado aqui para dar o atendimento necessário. A gente tem 14 pessoas que foram até aqui.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，所以这个时阵发生空难。格拉马多伫咧山区是南大河州上热门的观光地点。 尤其圣诞假期，伫咧遮规拢是节庆的气氛。格拉马多今年初受到苏武井内大水侵袭，造成几60人死亡，基础设施损害，对这个州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